南投业者想要伫埔里南港溪水头设处理废弃物的所在，这是引起在地反对。烦恼若是开发会破坏环境，因若目前业者是已经上案，县府表示会严格审查。 这是南投县埔里镇南港溪水头水质真好，提供水尾农业甲民生用水。不过传出有环保业者想要伫这设减卖场，面积超过24公顷。因为南港溪山沟捌崩山，当地人烦恼若是大面积开发，惊讲会造成像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灾害，要求县府撤销业者的提案。也收这个建筑废弃物，甲炉渣，甲灰等有毒的物质，甚至于说以后如果合法的时候，他们有利可图，要买什么我们都不知道。南投县议员陈其君表示，进前水利署就捌说明，掩埋场若设伫遐，影响灌溉水源的风险真大。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要新闻互县府，遐拢是5级坡以上，而且有台湾白鱼，鱼伫禽外才会保育不正。 另外，议员也强调，国际期刊有7个国家拢捌发生过无透水站破去、污染水源的事件，呼吁县府伫环评当中要特别重视。他们都有这个因为不透水层破裂渗漏而产生的污染的事件。 那在衔接的这个地方渗漏的，所以我们要告诉环保局，在环评的当中，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进去。这个案子是属于这个重大开发案所以照环评法的规定，会进到第2阶的环评，也就是针对应该要调查的范围、面积、种类还有频率，我们都会在环评会议的时候来做确认。 南投县政府环保局表示，依法是咧储水口1公里内未当开发，不过业者是选伫离储水口1.4公里的所在。县府照规定要进行审查，目前业者已经送交环境影响说明书，上近伫年底就会办理头摆环评审查。县府强调会严格审查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